今仔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风台的消息。强烈风台花加沙行线的速度算是真紧，目前风台是往香港的方向在行。气象署已经伫咧早起8点半的时阵解除陆上的风台警报，那海上的警报上紧要到暗时才会解除。咱赶紧来看气象署上新的说明。 第18号台风强烈台风华加沙的暴风圈已经离开恒春半岛，因此我们解除了陆上警报，持续发布海上警报。早上8点的时候，台风中心来到鹅銮鼻西南方，大约是350公里的海面上，未来往西北西的方向朝广东的海面移进，整个 宜兰、花莲、台东以及屏东的山区有300毫米以上累积降雨，新北市的山区和桃园山区也有200毫米以上的降雨。至于未来36小时定量降雨预报，就如同我们所预估的，今天白天依旧是降雨明显的时候。 好，不过傍晚到晚上开始，基隆北海岸和宜兰的雨势会稍微缓和一些，大台北也会比较缓和。可是，在整个花东高屏山区的降雨依旧，只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8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些降雨依旧区域，它大降雨的范围比较缩小了。至于到明天受到台风离开以后的外围环流影响，在花东地区、恒春半岛依旧是降雨比较明显的区域。 花莲山区和台东山区可能会有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出现，也提醒大家，就是因为花东山区有超大豪雨出现可能，因此我们在发布警戒区域，花东是今天所预报的降雨警戒区域。 屏东九鹏已经有14级的强阵风，兰屿13级的强阵风，北部海面的澎嘉屿也有11级的强阵风，甚至整个东半部的沿海，还有在从新北市到苗栗以及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都普遍有9到10级的强阵风。而随着台风的位置往我们西南方的海面移动，今天上午的时候，高雄沿海、滨海这些地方，它的强阵风也会从6到7级增强到8到9级，在 台湾海峡南部、巴士海峡及东南部海面，还是可能有6米以上的浪高。我们也有针对在台东的滨海地区以及屏东的滨海地区发布巨浪告警，可能会有6米以上的浪。